提起手机一直翕相，为旧年和到今年的珍珠美人鱼，为今日开始伫台南限定登场。除了有每一个放假角色的牌仔之外，更加入新的剧情场景，互一个八年级生拢讲这拢是童年的回忆。童年，童年，然后是他的铁粉，然后他的主题曲我们都会唱。有对哪个角色比较印象深刻？诺威尔，然后星罗、沙罗，还有凯特，对，很帅。写到后壁，还佫有周边商品会当互粉丝来挑选，互人忍袂住想甲荷包摕出来，也毋过心爱着急，行到隔壁还佫有伊。今年是兔仔年，68岁米菲兔限定展览也伫个同一个时间登场，为米菲兔安怎出世到画作、大型翁仔等等，拢总拢有。另外，周边商品也是非常的丰富。展览一路展到3月初，假日无妨来踅踅咧，来回味童年。台南新闻杨顺怀采访报道。